片段消息，继续来看郭台铭规划要来举办到10场的主流民意大联盟的造势大会。昨暝伫苗栗竹南的运动公园举办第2场，讲活动结束了后，这个会场的4颗位啊，留下着规涂骹的粪扫，引发着在地人的不满。镇公所嘛要求主办单位爱赶紧甲粪扫清掉，要若无，就要依照着废弃物清理法来开罚单。路边的粪扫是一大堆，有过落地等伫路边无人收，另外一边更加是粪扫移到规世界，有破去的纸箱仔、啉完凊彩蛋的塑胶干仔，还佫有底食色的塑胶碗、掺塑胶挂。粪扫甲苗栗竹南运动公园无解是乱七八糟，来运动的民众看到，感觉真无舒适。结束的话就应该要清的。所以会不会觉得这样实在是很糟糕？很不舒服，非常不舒服。民众党的活动就是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的造势晚会。当时馆长张东锦、前馆长齐耀昌嘛拢有到位，参加的民众是真多，人潮就是钱潮，去引导流动店家伫咧运动公园的附近摆搭做生意。真是想不到晚会结束，大家尻川半半走一走，留下一堆粪扫。清洁人员看到，拢讲有够含够。当然多啊，那个他们活动一办就走了啊，太夸张了。移动摊贩有在这里设摊，中午前一定要把这些垃圾清运干净。镇公所联络活动的负责人，要求因将粪扫清走，那么要照废弃物清理法甲处罚。摊商也非常帮忙，所以摆得比较晚一点。那是我们没有做好后续的管理跟清洁的工作，但我们也很愧疚。厂商接到通知，赶紧派人将造势晚会结束了后，留伫大路上的粪扫拢总清走。对当地居民来讲，这场晚会是为着郭台铭造势来举办的。不过晚会了后所留下一堆粪扫，对郭台铭的形象难免会来拍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